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雅歌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第29章第1节到第14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实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的就是出于那二者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这也正是上帝的本质。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，他赐下永恒不变的爱给凡是相信他、接纳他的人。在诗篇51篇第6节，大卫的诗篇这样说道：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经文里面的真诚原文可以翻译为真实或者是对的事。耶稣基督对井边的妇人，他谈到了敬拜上帝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告诉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可是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诚来敬拜。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求的。上帝是个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来敬拜。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的经文。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：敬拜上帝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这是必须的，也是基督徒的责任。我们昨天谈到了雅各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，他的妈妈教他以欺骗的方式得到了长子的赐福。他的舅舅也是一位欺骗的专家。在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9章13节到14节这样的记载说道：拉班听见外甥雅各来了，就跑出去迎接他，拥抱他，亲他，带他到家里。雅各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拉班。拉班说：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。雅各就在那里住了1个月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很有趣的记载，就是当拉班听见了雅各将他为什么逃离父家的这个故事之后，他的舅舅拉班呢就说：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啊。这是在说雅各跟他有血缘的关系呢，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因着不诚信而认证为骨肉之亲呢？雅各一逃亡前往东方，回到他的妈妈利百加的娘家，投靠他的舅舅拉班。经文记载路程当中的经历。
雅各继续他的行程，来到东方人的地方。他在田野看见一口井，有3群羊躺在井边。牧人给羊群喝的水都是从这口井取来的。井口有一块大石头，羊群到齐，牧羊人就滚开井口的大石头，给羊群喝水，然后再把井口盖起来。雅各问那些人说：“朋友们，请问你们从哪里来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从哈兰来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认识拿鹤的孙子拉班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认识他。”雅各又问：“他好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他很好。你看，他的女儿雷杰领着羊群走过来的。”雅各就说：“太阳还高，没有把羊关起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给羊水喝，让他们回牧场吃草呢？”他们就回答说：“我们还要等到羊都到齐了，牧人一起把井口的石头滚开，才能给羊喝水。”雅各还跟着牧羊人说话的时候，雷杰领着父亲的羊到了，因为她是个牧羊女。雅各一看见雷杰和他舅舅拉班的羊群，就去滚开井口那块石头，给羊喝水。然后他亲雷杰，激动地哭了起来。他告诉雷杰：“我是你爸爸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”雷杰跑回去告诉他的父亲。上帝让雅各首先遇到了雷杰，或者是翻译为拉结，却因为舅舅的欺骗，先娶了拉结的姐姐利亚，让雅各首次的尝到了被欺骗的感受。保罗对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提醒，他强调割礼并不是重要的信仰根据，而是上帝信实的救恩才是。保罗说：“照这样说，犹太人有什么地方胜过外邦人呢？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？”事实上，各方面都有。第一，上帝把他的信实交托给了犹太人，即使他们当中有背信的，上帝就因此不信实了吗？当然不。虽然人人都虚谎，上帝还是真实的。正像圣经所说，你发言的时候无懈可击，你受指控的时候必然胜诉。如果我们的不义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上帝惩罚我们是他不义吗？我是照人的想法讲的，当然不是。如果上帝是不义的，他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呢？如果我的虚谎能够使上帝的真实更加显明，更得荣耀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？有些人指控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。
虽然人都还是活在虚谎之中，但是上帝仍然是信实的，将他救恩应许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。领受永生的人必须学习如同上帝的信实，不能再活在虚谎之中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第13节，新娘说：“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。我的爱人像羚羊，像小鹿，他站着，在我家的墙边。他从窗口探视，从窗格子往里面窥望。我的爱人向我说话。”新郎说：“起来吧，亲爱的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你看，冬天过去了，雨季已经过了，郊外百花盛放，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。在田野间已经听到了斑鸠的声音，无花果开始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。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”感谢信实的上帝，你以信实来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存着信心来倚靠，因为你永不改变的恩典一直都在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